世界万代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你今仔中昼食啥？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文的理路，你爱食倒一个食食，就听好去做倒一个人哦。我今仔中昼食祖国的饭圆，用努力包起来迄款有无？中国输缴嘛输话啦，无法度阻挡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来台湾，都用军事操演要来吓，结局咧去互日本抗议，要求伊即时停止。台湾新眼界顶礼拜才讲，动作遐尼济、遐尼大，无准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吼，中国无在看阮的节目，可能听无，嘛毋捌台文看无啦。讲是安尼讲，咱毋是去批评，直到中国用济攻击扰乱台湾，咱看会到新形态战争甲中国部署的美角，这个美角，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曾志东助理研究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台东大学资讯工程系林义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这几天吼中国的军事操演吼，是无收煞吼，一直咧进行当中。咱先来看报道。来只拄执行完任务的 F-16战机，透早8点半登去到空军的花莲基地。随报透早10点是中国第7个临时危险区飞行公告解除的时间。不过根据了解，中国军机军舰继续侵扰咱的视边。解放军东部战区伫微博公布，包含轰炸机在内，战机编队通过台湾海峡的演训画面，演练对地攻击甲空中的远距离攻击。另外，中国官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因的微博口罩有演当天也发布文章，内容有讲到这届对台湾演训的10个突破，包含头一届有导弹飞过台湾，拍破海峡中线，离台湾上近的一届演练，拒绝外部势力干涉，搁伫台湾东部设实战射击场等等。中国央视初7报道讲，中国军机军舰会时常伫海峡中线的东边训练，国内的战略学者分析讲，该来进一步观察。海峡中线这个是一个默契的存在，那等于也是一条这个虚拟的线，表示你是不是要这个打破这个现状。那美方已经那个宣布，就是不容许他片面改变现状，可能这个美方或其他这个周边国家，也许不能够容许不能够接受的一个行为。另外，中国也公布一张讲是解放军南京舰跨境花莲和平电厂无到12里的相片。学者分析讲，这款影像甲文章主要是为着向外宣传，佮有安大国内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的意见。就是有对内或对外的效果，想要这个对台湾这个造成这个民众恐慌，然后这个内部社会不安的一种认知战。咱国军也要伫8月初9举行反登陆射击天雷操演，虽报这届7月2日就已经公布，不过各界又讲有反制中国军演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金老师，咱知影这边军事演习和中国伫台湾四围用7个区域，甲台湾围掉咧这7个区域拢超过海峡的中线吼。啊，自8月3号。佩洛西伫台湾迄阵吼，逐天中国拢有军机超过海峡的中线，本地拢是苏凯啦、歼加的这个战机，到昨昏吼，毋那苏凯甲歼战机吼，连反畅水舰的无人机拢飞超过海峡的中线。中国即摆节摆超过海峡中线，这有啥物款的战略意义咧？我想啊，吼，就像美国讲的啦，伊要打破这个海峡中线的这个默契，当然，这美国已经讲反对就对。伊即马关键是讲，美国若讲反对，若无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讲，无你啥，伊就无我就过来啊，无你要安怎？是。若美国无更加一步的动作，可能啊，美国会更加看无啦，当然对咱台湾来讲，迄是头一届经验啦，即马大规模的规个。把咱台湾包围起来演习，特别是不只是导弹而已，伊个有陆基的迄远程的火箭弹，都是在短足远的。那所以讲，伊即届这个演习啊，当然咱会使甲看，伊都是特别，就是讲对因除了讲规个宣传的
这个效果，对内跟对外的效果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讲，以透过这个演习来验证哈，譬如说也联合火力打击，还有一些联合作战，还有甚至于就是说整个将来要准备要武力侵台的时候的相关的这个剧本，这个都是按呢来走。那所以讲，当然啦，所以讲伊就讲啊，足大的嘛，10个突破嘛。那当然对咱台湾来讲，其实我一直有在想啦吼，海峡两岸啦吼，今日到这个程度啊吼，其实对阿强来讲啊吼，对台湾，和咱台湾无其他的路啦，只有统一稳统甲武统两条尔啦。啊，即马稳统咱台湾社会看起来是无这个氛围啦吼，所以讲看起来阿强若要统一，一定只有武统。啊，所以即届演习哈，我讲其实嘛袂歹啦，都先给咱拍预防针赶快啦哈，互咱了解今日台湾甲阿强啊两边这个根本上面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无根本上的不同的一个看法。是啊，所以讲其实咱看这个一个演习，今日早上结束嘛哈，至少在台湾周边海域。那我们其实看，在演习的这段期间啊，哈，咱台湾的民众其实啦哈，非常的冷静。其实咧，国外媒体嘛有报道嘛，讲就很惊讶，咱台湾的民众啊，好不讲 panic 很惊慌还是安怎？其实哈，这个欢迎讲啊，哈，其实自从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啊，不断对咱台湾文攻武吓啊，哈，其实咱台湾渐渐在整个社会民心上面来讲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韧性 resilience 哈，已经有到一定的程度啊啦。是。啊，所以讲伊即马用武力安尼规个来，所以我会讲，咱台湾的民众的反应足平常的，嘛无讲哦，惊到我哪想要走啊，是安怎像96台海飞弹危机，我知影96台海飞弹危机有一寡人真正是袂知咱去美国去其他国外。哦。即个哪像咱无看到咱台湾即个社会有阿强啊，他预期要达到的这个所谓的好来给咱震慑民心的这个效果，具体的一个效果。当然，你嘛讲，咱嘛使讲。袂使讲完全无啦，吼，有一寡人真正是咱看一寡媒体一寡人的翻言。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这次的显示，让台湾社会啊，哈，对所谓的中共这种所谓的心理战、认知战，哈，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抗拒的一个能力。而至于实际作战的在军事上面会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当然我觉得就是讲，咱即马上主要就是讲，好，伊即马跨越台海中线啦，按咱台湾的底线伫倒，咱政府的底线伫倒，因来以后12海里的这个所谓的领海跟领空哪里来，还是说24海里的这个临接海域因哪里来？啊，咱是要安怎欢迎？好，咱的底线伫倒。我想，即马好可能政府可能爱很审慎的来思考，要安怎欢迎。当然，即马好台湾有事，不只是台湾有事而已啦，整个美国、日本一个讲周遭的国家拢有代志。啊，所以讲头一个，咱若要做这款的。要欢迎中国更较进一步的挑衅的时阵，譬如讲12海里的这个领空跟领海入侵的时候，咱来欢迎，可能嘛爱甲美国甲参详一下，哦，看卖互美国 surprise， 讲啊，咱台湾那大主大意，你就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哈。所以讲，其实啊，阿强这届伊军事演习了后啊，伊想要达到的目的啊。就是讲，一看，佩洛西来，按敢是讲台美关系敢会起来，还是安怎？按规一个概念就是台湾议题国际化啦。是。好，伊想要把台湾议题国际化设一个停损点。是。好，无卖国台湾国际化国较进一步落去。啊，毋过坦白讲，咱来看，咱若比较即届台海危机甲1996台海危机上大无共伫倒，咱卖讲迄一寡军事的代志。1996的时阵啊，无一个国家起来关心者，拢无啦。哦，是。
拢无。啊，你看即届咧，从 G7、欧盟，吼，连迄上白讲上唔敢讲话，迄董事，啊，伊嘛发声讲啊，卖挑衅啊，是安怎？啊，咱都卖讲日本甲美国啊。啊，所以讲即届我会使讲啊，阿强啊，无错，因为像耀武扬威啦，哦，什么10个突破啦，哦，按环岛军演啦，哦，啊，不过实际上面来讲，伊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迄是失败的。是美国台湾问题更加一步的国际化。伊虽然伊是战术，伊是成功啊，那种哦突破台海，然后包围类封锁咱台湾，啊，不过规个它更一个高的一个战略目标来讲，所谓对台湾议题的国际化的目标啊，哈，无达到，反而更促进台湾议题的国际化。哦，是林老师。郑老师拄则所讲的吼，就是讲中国是准定会对台湾动手啦。不过即摆的军事演习，咱看到台湾的人民足冷静的，啊，敢袂因为咱用吓惊的，咱袂惊中国搁再进一步，而且中国若是搁再进一步，你感觉美国即摆的这个反应敢有够？敢有够？第一就是以前讲所谓的海峡中线，吼，即种物件吼。即边看起来，中国讲伊无信任，而且伊无信任，伊嘛超过，伊超过以后，咱嘛唔敢大落，所以以后吼，伊是毋是随时拢有可能？后个月无是以后吼，凊彩拢宣布我随时爱演习，吼，就把演习的这个所在划到台湾的附近，这咱爱注意，就是讲呢。虽然即边演习吼无真正拍到咱台湾的本岛，但是代表讲伊有即种实力，吼，伊嘛爱靠全世界讲咱有即种实力，所以重点就是吼，伊过去即种的吼，啥物中线嘛好啦，现状嘛好吼，对伊已经无约束的能力，所以咧重点就是咱是毋是真正有准备？是即边咧无代志吼，亲像无落雨。所以咱无炸雨伞，沙无淡，但是真正是落雨。最近台北常常中昼下晡就随时都落雨。重点是咱是毋是有真正有雨伞？所以我感觉吼，即边政府吼，当然3天的时间，吼，即个咱的人民吼，拢足冷静，吼，拢足感觉无啥物恐惊的所在吼，这是上好。但是咧，政府咧。完全无任何一个爱提出来的方案，亲像讲你，互大家演示一遍，讲假使这个飞弹真正拍过来，吼，你会当去避啊所在，你要避迄对，吼，这是毋是爱演示一个？啊，当然足多人讲啊，安尼是毋是吼制造这个恐慌啊？吼，足惊，互大家足惊。是，假使这种理由成立，那咱为什么咱爱办这个万人演习，对无？无代无志的时阵，像顶个月嘛有办啊演习嘛，对吧？这个我嘛讲，你无代无志你办这演习要创啊。所以咧，这边吼政府的表现哦，一定互中国吼提到转去吼，去评估未来伊要安怎做。哦，然后咧，台湾人吼，即摆足冷静，即足好。但是咧，假使这演习开即未来吼继续1个月、2个月。吼，伊随时就派一架飞机过来，是毋是咱有即种办法？吼，这是上重要的啦。我感觉，因为吼，中国伊即马看起来吼，已经无理性，而且咧，伊嘛无法度吼，透过过去的方式吼，就是时间到啊，亲像1996年吼，伊咧重点，伊咧目的是来影响咱台湾的选举，所以选举投票迄天结束，伊就会当讲好啊。投票已经结束，伊就停起来。对，大民进党无当选，所以伊就讲，我的目标已经达到，已经到，所以伊就推倒转去。但是这边演习，伊到底要啥？伊到底要影响台湾什么物件？吼，无清楚。所以咧，无清楚咧，当然一方面一定解说伊有啥物这个得到什么物件执行啊？当然伊是吼家己话好啦，这咱不要紧。但是重点是吼，未来伊是毋是随时会继续开始即种代志？是，吼，这是第一。第二咧，就是吼证明吼，咱过去
过去6年以来吼，台湾所有吼，咱的政策，亲像咱国防，吼讲啥物不对称，吼即种的准备吼，可能是毋是真正有效？是毋是真正有办法保护台湾面对伊即马可能对台湾的威胁？我感觉咱来检讨。是。吼，然后咧，过去6年过来吼，咱个蔡总统哦，就其实讲实在吼，是非常的注意吼，莫讲刺激到中国。所以咱伫节目嘛讨论嘛，亲像即个东京奥运的即个公投嘛无过嘛。然后咧，啥物联合国毋捌跳过到去加入嘛。咱是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即个小心，吼，莫讲刺激到中国，吼，甲阿扁时代比是差足济，但是咧飞弹还是拍过来，所以就代表讲吼，过去即种的咱的政策，咱的即个对中国的即个政策吼，大陆政策吼，可能嘛是到爱检讨的时阵，是，就是已经无法度主动即种的冲突啦。你讲啥物？为着佩洛西议长来台湾，所以一定足袂爽。其实调遐尔侪军队来吼，早就准备好啦。无佩洛西，伊嘛会找一个理由来演习啦。哦，吼，所以咧，即个我感觉后边讲无一定讲，伊今年选举，明年吼政党爱初选，决定啥物人做总统候选人，伊嘛找一个理由讲，我嘛来演习。是，你是要安怎？是，所以咧，就是咱的政策。咱的准备，不管是政治、国防、经济，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是，吼，是毋是有办法保护台湾面对未来比这边更较大的威胁？是，我看吼是爱注意，因为这边咱无做任何代志吼，去影响还是去叫因讲你袂当搁继续安尼。当然，飞弹是。对咱台湾是无啥大影响，但是不管如何，袂当讲你无影响，你就会当安怎做啊？你是毋对的，伊是毋对的，但是咱有啥物方法叫伊讲后边毋过袂当搁安尼？我想吼，这个拢是咱即马看起来亲像已经结束吼，咱感觉哦，这个会当喘气，但是咧未来是毋是继续有即种代志发生？咱有啥物方式来阻挡，还是来保护咱家己吼？我感觉政府爱认真来计划啊。是，金老师，我小等想要请你来回应张教授的讲法吼。总之，我感觉这个问题甲国际社会的反应有小可有关系吼。咱先来看国际社会针对中国这摆军事演习的反应。应中国军队欢迎郑文生及国人拉丁总理龚萨福来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别看到有2个国家国旗的翠安，代表咱国成绩的欢迎。尤其正拄是两华情势紧张的时阵，蔡英文也表达感谢之意。尤其前几天，龚萨福总理阁下也表达，中国的军演行动不会阻止他拜访朋友，让我们非常感动。这便是龚萨福第12遍访问台湾，也是第11遍以总理的身份来访。伊讲台湾甲郑文生同款是岛国，拥有民主甲人权的价值，无支持大国家用恐吓威胁。那就任何无同的意見，應該用和平嘅方式解決國際爭端。We do not like it and we do not support it when any powerful neighbor seeks to intimidate us or bully us. Wher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we must settle them peacefully in a civilized manner. 台海局勢目前國際正注意，美國副國務卿雪曼最近出訪太平洋島國。並且伫咧吹背，伫咧所羅門群島會晤紐西蘭的國防部長，兩個人伫咧會中對解放軍最近大動作的軍演表達關心，也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So those of us in Washington D.C. have to remember how vast our country is, how connected we are to both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Atlantic Ocean. So these ties are critical to us. 中國最近積極優化太平洋地區的島國，5月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開始馬拉松式嘅出訪行程，因為美國方面有動作，雪曼出訪嘅目的就是希望強化美國區域連結甲穩定。即嘛世界各國每一步攏牽動到兩岸敏感嘅神經。記者綜合報道。
金老师，咱看到美国副国务卿讲，中国这摆军事演习吼是反应过头啦吼，而且台湾新闻界顶礼拜有讲到一个问题，根据罗义忠老师的这个文章内底讲吼，国际社会甲美国拢是反对台海两边吼任何一国大主大意改变现状，伊有提出讲。中国若是甲台湾吃掉，这改变现状；台湾若是真正追求法律的独立，这嘛是改变现状吼。较早咱台湾咧追求独立的时阵，已经互人当做是这个找麻烦的人。即马拄则张教授有讲到，讲蔡英文总统即任吼，伊有渐渐在改变台湾这个策略吼。这个策略煞互中国要寻求来统一台湾的这个。坐手路变做，伊是因咧找麻烦。根据老师咧研究吼，这款的讲法敢会当成立？以及回应拄则张教授所讲的。其实啊，咱来看吼，美国你看做遐济动作哦，去你看去所罗门群岛、南太平洋群岛，其实咱搁看以前吼，个阿库斯甲英国搁拉入了，甲澳洲吼，还有。Quad 哈，美日印澳哈，要规个来讲，拜登的国际战略哈，跟中国竞争的国际战略啊，都一个概念了，形成一个所谓一个有利的这个战略环境。哦，好，来把中国包围，然后希望也在制止中国，譬如说做出一些过激的行动。不过这个咱来看。的台海的中国在台海的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实哈都是拜登也做这几年来啊，也外交政策，他整个国际战略对中国的一个失败。我是安尼讲，因若有效中国都袂安尼做嘛，对不？那有迄个美国安尼围堵惊到伊都袂安尼做嘛，结果中国也是安尼做。老师，我讲看卖，你听我讲了有对无？你的意思是讲？拜登总统的策略是较无一定高机，是绕人要来围中国，毋过伊是即摆看起来是失败。失败，我头拄有讲嘛，你看，即个比1996年台海危机还佫较严重，毋过美国的行动，敢有比1996佫较大？无嘛。哦。你至少到目前为止，才讲尔哦，你袂使安尼，袂使安尼。你要提出行动出来嘛？你若无行动出来，人都甲你当做纸老虎嘛。哦。所以，毋过我话是安尼讲，毋过即届我头拄有讲过啊，即届上大的无共，是足侪国际社会国家跳出来，是支持表达说哦，咱这个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谴责中国这个破坏。台海和平哦，这是一个进步啦。是。不过我即摆是讲，拜登政府所谓的以外交为中心、动口不动手的这种建立有利的战略环境，坦白来讲，这届的检验是失败。你无法度嚇阻中国来对台湾文攻武吓嘛，对吧？咱从实际的行动来看，意思蔡英文总统已经和美国较好做代志啊，说美国说无照伊的约束，做较进一步。无，这应该是安尼讲。其实咱台湾吼，都细嘛，无你有一寡这个演习，哇，政府爱冲啊，反飞弹要较侪钱，爱弹还是要安怎？是。问题是讲。你真正台湾这边敢准备好要甲阿强啊相战啊？哦，你问题是安尼，问题应该是安尼想嘛。事实咱嘛袂当主动去甲因战。所以没有，就是讲咱即马敢有准备好啊？咱政府敢有准备好？咱社会在心理上面敢有准备好？无就像以色列安尼，随时讲哦好啊，无来拍就来拍。哦，好。是。其实我头拄已经讲过，即马莫讲什么独立不独立啦。好，什么台独啦？今嘛只有统一跟反统一而已啦。哦，我是讲，今嘛咱社会吼，莫讲啊，只有哦，都那像讲独立哦，咧反台独，迄是阿强咧讲的啦。是，咱今嘛应该是阿强，其实阿强对咱台湾其实只有统一跟反统一而已啦。哦，所以只有文统跟武统两款尔。所以讲，你若反统一，你全部拢台独啦。是。所以讲，你若讲什么反台、讲台独啊，那像哦，
咱都要先讲，咱无台独安尼，这足奇怪啦。哦，我感觉这按你讲法是足奇怪。咱即摆其实，咱即摆按应该讲，咱啊无爱甲中国统一，吼，因即摆就是反统，特别甲你拍。所以讲，这款的事实，咱家己啊吼，社会已经爱知。所以讲，你讲咱台湾即摆伊即个演习。哦，咱要安怎来反应？要甲定国机还是安怎？这那就有点这个太激情了啦。是，所以会让我想起一句话哈，老子的说法。我讲引老子，不是讲我中国人，对不起，咱讲讲吃中国菜就是中国人，不是哈。老子讲一句话就有名啦，伊就是讲哈，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啦。你无做代志，其实哦，你是做足侪代志，因为有一寡代志，唔是讲咱即马会使来做的代志。是，意思是讲，若是照中国的定义吼，你无爱互中国统一，你要遵守要坚持中华民国嘛是台独的。对啊，对于来讲，只有统一跟就是统一跟没统一两种而已，不统一的，全部都是台独。是。好，咱今来看另外一个资料吼，拄才金老师讲到讲，反对互中国统一，要坚持中华民国对中国的在中国看吼，嘛是台独吼。中国针对咱台湾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意识吼，嘛发动侪攻击。咱看到8月初3迄阵吼，台铁啦，全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甲德山的电工所吼，拢受到骇客的侵入迄摆的攻击是伫这个电视面顶吼，用歹听话来骂美国的国会议长 Pelosi。到8月初3的时阵，咱的公家机关的公部门、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吼，拢嘛是共款受到线顶的攻击。即便是用足大的流量吼，互咱的这个系统提死去。到8月初6的时阵，是民事受到攻击，因的这个直播的系统吼受到攻击，显出中国的这个图片甲文字，而且背景阁有中国的歌曲。到昨是咱的台湾大学吼，因的教务处甲研发处吼，因的网页面顶嘛，互人换中国的这个图片。咱来请教林教授吼。这几遍中国对台湾发动的这个网络的攻击吼，伊显现出来的文字吼，拢是足激烈的吼，敢若会互台湾人民吼会怨气迄款的文字。若是伊真正要发动攻击，可能是真诱导的方式，互咱感觉袂到，敢毋是？好，谢谢主持人吼。头拄啊，主持人有讲中国的军事演习常态化。是。其实未来不是未来，起码是咱的骇客中国骇客入侵也会变成常态化。哦，那以下我说明一下，跟大家分享哈。第一点，咱爱知影，全世界大概有80亿个人，是上网络大概有56亿到57亿。哦，大陆有14亿个人，是上网络大概有到10亿。哦，10亿个人拢去用电脑是，所以我遮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电脑我一定要讲，电脑本来就不安全啦，因为伊是软体人设计的，所以一定有缺陷。对，这个缺陷想要等下破坏。刚才主持人讲迄个，咱的看板你看，8月3号，迄3间，包括台铁、7、南投。那事后大家有去想看后壁，政府有去想搞不好更较济。哦，搞不好这个叫做犯罪黑数。是，既然软体是3人做的，伊只要伊无甲你发动尔，那这个我感觉中国是互咱潜藏一下。哦，因为我遮有甲各位报告一下，我印出来遮看一下，咱伫去年8月，咱的审计部在109年中央预算总决算审查的时候有讲
讲咱审计部讲，这不是我讲的，讲咱资通安全法管理法正式实施2年了，治安管理不够严谨。哦，治安破口，基本破口出来啊。是。那破口出来，今晚要怎办？以我今晚做30-40年治安演练还有骇客演练，我看真麻烦啦。是。所以第一点，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的专业啦。政府就要开始检查，唔是全班的盘点。今嘛讲有人讲盘点，这盘点是一个什么意义？其实应该用国际标准 ISO 27005所谓的治安风险管理的方法跟技术，去来做咱的资讯资产的盘点，那对啊。去抓中国的软体，咱所有咱国内的资讯通讯的产品，要用资讯资产的方法论是来去盘点。方法论迄是文字袂使，所以政府也是民间要提供软体，是做线上的检测。安尼才会使啊。是，因为软体啊，这你人才知影。所以我讲有想过背后想要这3间，我就佫感觉南投、关、竹山市。有什么总调？想要一位帮，所以这幕后是不是？我的假设，是不是软体的很多地方都用大陆的？它只是没有英文叫 trigger， 它没有发起启动而已。所以我在讲，这届刚才头前的专家有讲了，军事演练也让我们国内大家更同舟一命嘛。是，所以软体有人讲资讯战、网络战、认知战，其实它是看不的，影响会更大。是，那政府有去注意有啦，当然有办法注意，但是这注意不是你我做未来。林教授，咱即摆看到看到讲咱的公部门私人的部门包括媒体咱的国防部、外交部、这中央部会，看起来。规个社会每一个阶层可能拢有破空咱即摆所面对的危险，可能唔难安尼。在你看，除了你拄则所讲的，用这个盘点的方式来抓咱的破空，抓我敢有啥物其他的方法？好，来，我这还有一个图互大家看一下我有提出一个资讯社会的构面有3个构面，第一个就是咱资通讯设备平台，你用资讯，你用网络，用上的你的设备是拢爱，你的手机是用什么品牌？是，这可能爱，不是国家爱知呢，不是政府爱知，百姓可能嘛爱知，百姓知，没人知，所以政府是不是要做一个第三方来检验？根据国际标准，你别再讲百姓，我跟你讲你爱知，百姓哪有可能每一家拢知？所以要有一个机制。来不断检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的数位内容是网络内底通通呀，所以刚才说这个软体，是安那伫咱国家已经遐久啊，搞不好更较济是还没发作呢。是你要来承载，所以国家的力量可能要做很严谨、很严格的所谓的资讯资产来做安全检测。是，那我就参考国际上 ISO 27005是把它变成一个软体，来让大家可以下载来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就讲人的事部分我感觉咱爱较保守，网际网络本来网络是不安全，所以大家要训练的是，咱的手机不要下载太多的 APP。这个习惯爱改，开始爱改是，因为每一个 APP 都有漏洞，都会抓你的资料。软体下载越多，漏洞越多。咱应该安怎知影讲倒一项会当用，倒一项会当用？这就是百姓无法度知，是政府就要做把关做政府起码有去做。哪些软体，就像印度咁款，印度伫去年都宣布，这100外的软体 APP 比赛用，拢大陆的。咱政府嘛爱去，所以。这个所谓的大陆的资通讯产品，其实去年政府就宣布袂使阁用是，但是你按来稽查、彻查，你看嘛是发生是。
你讲无唔对，但是你要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应该要落实在每一个公务机关跟所谓人，像不要多是公务机关跟特定非公务机关，重要关系我们的关键基础建设，在所在的机构要采比较严格的。其实政府有去做，但是为什么做了以后还是有漏洞？这我平心讲哦，不简单。所以要用比较好的软体跟比较好的人才做循环的，所谓的 ISO 在讲了 PDCA， 这样子可能会减少。我没有说不可能发生，所以你看后边8月3号、8月6号啊，这点我爱讲一下哈。8月3号，公部跟外交部，我举这2个例子，国防部大概不到2个小时就 back up， 外交部到隔天7点还没好。那我接下来讲这个，朱启能问的话，大家都知道，对外的网站本来就很脆弱，你用骇客入侵正常不算什么，可是一个政府外交部代表国家，你被入侵以后，你怎么样快速 back up？ 这要想啊，第一点，你被人做回台；第2点，你的米咯，你的建设啊，是机器啊吹起来啊，你的 recall， 这种爱做啊，这种这公车公家呢，我的意思是讲，国防部跟外交部这么重要，本来中国就对这2个单位啊，不是个疫情的发生啊，是安怎外交部被攻击，可能被攻击，弄到贵港，在这7点天公才好啊。安尼哪会使啦？安尼钱是开的。所以我头讲网站本来就是脆弱，你要做变是吧 ？A、B、C， 伊甲我讲 A， 我 B 取出来啊；甲我讲 B， 我 C 取出来。本来外交部这钱都爱开啊。咱跟了别人落去跟啊，这开袂起。唔对，所以咱来讲啊，机器本来都脆弱，但是我们的机制啊 ，recover 的机制。我觉得应该要加强。是，咱看到连电前董事长和周董事长，伫周末的时阵，吼，捐足侪钱要来做国防，伊的意思就是要做这款资深的国防啊。咱即马来看资深前的报道。超商代替的电子看板遭到骇客侵入，最近有侪政府单位的网站也遭到网络的攻击，有一支自称 APT27攻击的网军成立真罪。也讲已经入侵总统府、警政署、公路总局甲台电这单位的网络来偷摕资料。Our operation against Taiwan is over. We will also announce some Taiwanese equipment zero day in this government leaked data. 由媒体网络直播频道遭到骇客入侵，中国发动网军挑战咱国政府甲民间资讯安全。行政院决定要禁用中国资通讯芯片的范围，对原本甲对政府机关、委外厂商甲分包厂商的限制，扩大到所有公家机关厂区拢袂使使用。从前几天 Seven 或者是台铁出租看板受到骇客入侵，播出假信息，影响民心士气，希望公司部门大家一起合作，共抵外敌入侵。专家分析，中国这波网络攻击，主要是以网络流量和网站袂顶袂当的想要来影响民心。大部分有关于主弹服务的攻击，它往往也是为了要制造一个让你恐惧、让你疑虑的一个心理战或者认知作战的一个效果，甚至它网络攻击可能会掺入一些字眼，这我们在乌俄战争都看到。专家建议，经由供应链资讯的安全，降低骇客经由网络后门入侵的风险，建立遭到网络攻击的恢复能力，也降低民众因为资讯不足造成社会不安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张老师。拄则林教授讲到一个美感吼，就是讲外交部迄个例吼，事实上可能是伊的准备无够吼，伊的准备无够，所以地书过长工才有法度恢复正常吼。咱来看到中国用这款所谓的方式来攻击台湾的网络，咱即摆台湾政府嘛要成立这个所谓发展部吼张教授在你来看，除了安尼做了外吼，咱也会当安怎做来，互咱的网络更较安全呢？头拄啊林教授讲的，我足同意吼，就是网络的攻击吼，甲军事的攻击同款，就是你准备愈好势，你咧这个影响的时间愈短。对。吼，亲像国防部，吼，因为国防部伊有资通电军啦，吼，伊有一个部队伫专门伫网络作战，
所以咧，一上紧就会当这个好势恢复。但是外交部咧，因为伊是一般公务机关吼，伊无准备比国防部较好，所以伊就足久吼，较久才会当好势。所以这重点就是第一是政府对于这种中国在咱资讯的这个攻击吼，准备吼爱不断的爱提升，是一定的。第二咧，一般人吼，咱感觉足侪人讲即马中国拍飞弹啦，还是对台湾威胁。一般人吼，一般咱百姓到底会当做啥物吼？其实我感觉一般百姓上重要的代志吼，就是就是莫相信这个谣言啊，这种无根据的话以外吼，上重要就是吼尽量啦尽量啦，莫讲全部啦，无可能尽量吼，莫用中国的软体甲还是资讯的设备，是尽量莫用，因为假一个人用吼，就是伊这方面的一个可能的空。会当用这来影响，所以咱嘛看到讲有人买这个中国制造的迄个监视器吼，结果有后门啦，这个所有的你这个伫厝内面的代志，拢互这个人看了了。最重要就是咱会当就是中国的手机啊，啥物物件尽量啦莫用，爱用嘛尽量莫伫中国的软体、中国的这个 website 网站去。互因你个个人的资料，我想这是一般人对台湾的国防上重要的啦。因为你讲袂要紧啊，足侪人讲我嘛无做啥物国防的代志啊，我就一个普通人所以我这个个资我资料中国知影有啥物关系？有关系，是因为咧现代的社会每一个人甲人拢是连结的。拢有关系，所以一个无关系的人连来连去就会连到有关系的人，是，这一定是安尼啦。所以，拄只张老师讲着讲国防部是本地就是作战单位，伊有准备要战，所以电视战队。外交部平常时无，一般公务机关平常时无咧作战在你来看，咱是毋是即马全国自头到尾，自面顶到下骹，拢爱有一个烧战，要甲中国烧战的这个心理准备，尤其是资讯面顶。应该，因为在时啊，我都参加一个会迄个会迄个唐凤。部长是，我来介绍咱未来数位发展部啊，里面有个智通安全署啦。那我看伊内底人员有预计大概有500个人未来而且他这一次很强调可以用约聘人员系列，所以我感觉政府可能一步一步做我遮有一个，佫有一个重点是讲，除了头个讲软体，因为软体。我伫3-4年，我就讲软体本来人写的都是有缺点，但咱大家破病，所以即马咱爱甲看者，把不管是中国或是国外，骇客入侵是一种常态。那现在政府有在做，但是怎么叫百姓来适应这个环境？就我头讲的，软体不应该下载，不要下载。中国软体最后是卖用，但是中国软体卖用，咱台湾要家己出来啊。你无出来，百姓都嘛会用，俗个好康啊！监视器就是安尼啊。后来才知道监视器里面其实我已经写过文章，我拢知影，软体本来你有连线，你就会晓控制。所以我遮有一点同尾想要甲主持人、甲各位观众分享者，政府伫阮蔡总统伫2016年宣布，治安就是国安，这有影对。是。可是第二步大家都知道。治安没有100%，所以咱这我要24年，咱有提出第1期、第2期、第3期、甲第6期，就治安政策的策略有在做。但是有一点我起码最近可以推广，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既然治安没有100%，但是治安保险为什么没有做？监护中央政府跟地方都没有编预算大家知影讲。有人空，有可能同时发作，你无保险，所以我遮有甲各位观众分享一下，提出这个所谓的 logical thinking 逻辑思维，政府已经做99%，最后一里路还没做，就是保险，就是这样吧。那第二保险很多人误解，以为是风险转移，它不止。
它会更提升你的治安能量。为什么提升？保安公司要给你保险，讲你有资产偌济，你有什么设备，是不是也找第三方验证公司来帮你看？是。那谁来看呢？就是要有个技术叫做数位鉴识。是。所以台语嘛来讲哦，数位，应该讲哦，这个鉴识到干死。哦，数位干识。哦，数位干识，对，就是以前传统李昌钰讲的鉴识科学。是。哦，因为我是警察大学毕业的，所以这点来做，头多人讲，你这个所在要，这个公司要保险，我即马保险公司派人给你检查，顺便给你检查，讲，你这软体，可能是用中国产品哦，是，不使用，所以这个力量就会起来了。我一直是讲哦，资讯的资讯战这些，袂使一直靠政府，公协力、民间的力量买起来，所以我讲提出这个方案。治安保险，而且它有国际标准哦 ，ISO 27102，是27102，各位观众，我有给你查一下，因为咱国家一直在推动2701跟2702，无够嘛，是，所以我头头讲，这个治安保险组啊，治安保险你有去报时阵，后面的机制有了，就是我刚才讲，数位鉴识，数位就是治安干系，是啊，依毛标准。27037哦，27037世界标准，爱说拢有啊，啊是咱也袂参加，袂去做者。是，这点我已经讲7、8年啊。哦，所以利用这个咱这个节目哈，台湾新年界啊，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啊，能让政府加速，而且这一次这个代志发生以后，我们真的是要严格去审考。我甲主持人去报告，只是看到尔，无看到的咧，是，无看到的咧，大家唔敢讲嘛。是，真正是真严重。这是真严重的代志诶。是，金老师拄则林老师所讲到吼，咱看到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形态吼，用网络来攻击台湾。事实上，这边中共的军事演习吼，嘛用到这个无人机吼，咱看到这边吼无人机。坐台对台湾甲日本中间，这个强固水道吼，飞到台湾的东部。咱知影无人机面顶吼会当挂雷达，嘛会当挂炸弹呢。亲像这款，若是无人机飞来咱台湾的领空，因为面顶就无人吼，咱的这个红线袂使去互亲门大风啊，敢就爱甲拍落来。你若把无人机给它拍来哈，增加两岸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啦哈。无人嘛是会。无，虽然这是无人，不过你若大大只无人机，迄嘛足贵的呢。是。所以讲，这款啊，都头像我头前讲的吼，咱政府啊吼，咱的红线伫倒，吼，咱家己拢一定啊吼，想好，吼，然后甲美国。好好讲，好好协调，大家有一个共识，好，来出来走，卖讲迄一个出来，到时阵人讲，美国恁台湾那呢，让我意外，咱台湾到时阵，咱坦白讲啦，迄美国真正是咱即马要对抗中国武统啊，哈，最主要、最重要的这个盟邦伙伴。是。好，所以讲其实啦，头拄像迄林教授、林老师来讲，其实这都是讲啥？其实。这个网络作战其实不只是讲这个军事演习这样，以前逐天都嘛在发现中共的他们的要入侵我们的网站，咱讲要只是说这个一做一个威力展示一个，你看我会使吼，甲你创啊呢，所以讲无人机嘛，赶快其实啦，咱即马台湾的空防哈，这无人机还有低空的这个它进入的这个直升机啊，哈，咱即马。的这个雷达的侦测啊，还真正是咱的弱点。不过国防部已经有这个警觉了，咱即马嘛为这方面的努力啦。不过我讲这个演习啊，其实我是较正面来看待啦。哦，安怎来讲？头一个就讲咱甲中共啊，整个拢无。整个国家的目的、主权的这个冲突，好，然后这个要
有即嘛提醒大家一个危机意识，你要一个危机意识，还有啥？甲敌我意识。哦，你看中共，你莫讲哦，咱两岸一家亲，还是讲哦咱啥同文同种啊，咱做生意啊，其实伊是要甲咱要把我们并吞啦。哦，那所以我讲，这届这个军事演习哈，中共很冒动的这个军事演习啊，其实咱点一个敌我意识，所以不管在治安还是所谓咱讲全民国防，好要有这种的这个敌我意识，然后另外一个叫危机的意识，这个居安思危啦。是好，按大家真正莫讲哦，那么即摆咱像嘛大战争嘛，这个演习尔嘛，飞弹嘛，无讲落在台湾嘛，哈，按所以讲咱也在调卡啊，是安怎哈？其实这完全不对了，它角度调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啊，所以我说一个危机意识，跟一个敌我意识，那是讲这届军事演习，咱台湾咱家己内底会使来学着。我是讲，咱每一个危机啊，吼，咱都会使不敢说化危机为转机，但对咱台湾呢，整体的全民国防，好，整个的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综合防卫的能力，拢有都会进步。是，张教授、郑老师讲着讲，咱台湾这红线爱甲美国参详就好吼。事实上，即摆军演，唔拿美国在看，今仔日日本嘛讲足重的话，伊讲台海若是发生战争，日本是一定会撩落去。咱看到即摆中国的这个军演吼，即摆伫这个黄海，佮继续，佮听讲要佮一个月吼，这互韩国甲日本拢事实上拢足紧张啊。咱最近知影讲日本要修改伊的宪法吼，第9条吼，这个要甲这个集体的防卫权吼，搁较进一步啊！中国做这款的军事演习，敢袂互日本吼修改宪法的这个力头搁较大，理由搁较侪咧。中国当然对国际上的这种刺激是足大，美国、日本、欧洲吼，这一定看伊袂爽的啦，因为伊好无代无志，军事演习，这绝对无任何一个国家是有要看到啦，对任何国家有啥物好处啦？但是咧，咱重点就是吼，其他国家关心足好，咱都感觉支持。吼，然后咧，其他国家有啥物准备？亲像日本爱修改伊个宪法，这嘛是足好的。但是这是日本人的代志，爱互日本的政治发展来决定。所以咧，假使日本宪法修改，这嘛唔知啥物时间的代志啊！这对咱台湾来讲，咱无可能去影响。然后修改以后吼，是毋是日本的政策就会让真正来斗相共，吼来协防台湾？这嘛无一定嘛，爱看这个足侪的因素的这个影响。而且咧，这啥物时阵嘛无人知影，所以重点还是咱台湾家己啦，吼家己现主时吼有啥物准备的方式啦。是，这个我感觉讲，当然哦，你讲，无一定讲你咧无人机来就已经爱大落，这无一定。但是咧，嘛爱有一种的准备啦。亲像只无人机，就是吼，一直超工的飞来咧，甲咱的这种正常的咱台湾的正常的这个飞行机，还是啥物弄掉，吼是要安怎处理？啊是咧无人机来，伊超工就是吼，互伊落到咱台湾的土地。然后讲是咱带落，爱来保护，咱是要安怎处理？所以任何的方式吼，拢爱准备。当然政府吼一定讲拢有准备啦，拢有计划啦。我嘛做过公务人员，我相信拢有啦。但是咧，足侪计划吼，第一爱真正提出来练习，因为咧我个人的经验吼，足侪演习的计划吼，拢是。写的时阵吼，讲的时阵吼，拢足好势，真正提出来吼，拢一定有足侪问题，这就正常的。亲像外交部那这都正常，这本来就演习就是爱发现问题嘛。是，所以这是重点。第二咧，足侪计划吼是甲人民有关系。你袂当讲咱政府写甲好势，但是无甲人民通知。无去了解人民到底了解这个计划以后，伊配合的程度安怎？所以咧，
讲哦，咱都写好哦，必要的时阵吼，会当把偌济人囥较倒位，偌济人甲你疏散吼，安怎吼，这个拢是讲的啦。真正你无去练习吼，莫讲什么战争啦，这个飞弹拍来啦，你办一个活动吼，动线啦，动线哦，吼你无去练吼。落足侪问题啦，吼，拢是毋是大排长龙，就是后壁的人咧冤家，哦，啊是咧感觉讲，哇，日头较大，为虾米等遐久？哦，因为你无囥迄个，吼，会当即个拍日头的物件，吼，足简单的代志吼。我个人做公务员，伫民间公司上班的经验吼，人济的代志吼，你无提出来讲吼，无提出来练习吼，就常常出问题，然后常常出问题，所以这边吼政府吼，其实当然。吼，这个无讲一定爱刺激中国，而且但是咧，甲人民有关系的各种的计划吼，一定爱适当的时间爱提出来，互人民知影，爱互人民有迄个了解、练习、配合的机会。即边你飞弹拍来，你都无安尼以后。